想当年哦，咱英姐是一个小妹妹。什么叫小妹妹？哦，目睭大眼睛姑娘。哦，她用大不人用我用诶。今天嘛就是讲不是对唱对唱。对唱啦。对唱。为何呀心啧啧？啊，那就学他这样就好。纵然相隔遥远天边，我为别离把爱情改变。继续为特别来宾陈英杰。请你唔通讲出嘴，迄阵予人伤心的代志，一瞬的空嘴是永远抹袂平，亲像破结咱中。当作是你要求要散散去。如今你何必搁再孤孤啼？你是算啥物？一句话要送你，好好的做你去，亲像你一罐满满是。谢谢，哎，关了关了。哎呀，你无用啥啦？哎呦，我最近呀，做天车两秒啦。很车两秒。哎，在家里，哎，洗衫煮饭。别改了啦，洗衫煮饭熬夜昏，伊都嘛咧泡麻将。洗衫没洗衫拢是 A 高的洗啦，A 高的洗啦，洗衫机这样。他每天都在打牌啊，然后当少奶奶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不怕牌啊，现在贤妻良母啊。没有，最重要是我们大家啊，80几岁啊。哦。那在家里我要多陪他。也讲幸福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看过我上节目来讲，他觉得很自然啦。伊嘛被公公叫我唱歌会听，不会听。哦。那个时期坦白讲，伊基本上看连续剧。哦。较济都对了。友好的新妇真正三顿烧啦。即摆就听人讲，安尼讲大家爱看这个连续剧，准备要来参加咱第4、8点钟的演出。真的吗？但我当时咧讲这咧。哦，你无要，你无要参加去了？无啦。想当年哦，咱英姐是一个小妹妹呢。什么叫小妹妹？哦，目睭大眼睛姑娘。阮民国60几年的这个画面给它调出来。对。正经的啦。那是制作人很厉害啊。我跟你讲，想当初你是我的偶像呢。是吗？今天来大眼睛歌后来看一下。来看，来电视小看。哇！够水的。你看我以前崇拜他，不是没道理。民国67年哈，翠笛银针，拜托。我的以前的声音。你的声音嘛，敢若燕子哎。今晚他听起来敢若。你只能他用这个声，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轻啊，声音比较尖。可是我觉得那种声音，我觉得很假的，很假。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唱国语歌跟台语歌不相同。67年我在念高中。我20几岁的时候哎，你怎么对？我在听。民国75年，玫瑰的夜晚。我这个声音就已经比较接近了。那时候录台语歌了没？那个时候刚开始录台语歌，录了超2年多。改变自己的风格。对。而且阿你嘛真行啊，他说你嘛真行啊，所以唱什么像什么。咱咧大家咧厝诶吼，猛看讲啊，你的新妇，较早就是这样。那个时候几公斤？那时候38，没有41公斤。啊，今嘛来 double 呀？今嘛50。哎，不，你嘛袂使安尼讲啊，少年时阵。对。哎呦，民国83年，浪漫的乐章。这首歌我印象很深刻。这首歌是隐隐祝福啊，隐隐的祝福。
算你第一张啊？不算，《一应祝福》算是第5张了。第5张。第5张、第6张的唱片。刚刚第1张那个也是最小的时候。那不是，那个都是没有，那个都是《一应祝福》之后的电影歌曲。哦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。古明伦还没有逝世的时候，跟那个翁倩怡演的吧。但是大家纳闷的就是讲，我你为什么唱迄个歌的时候就是迄个型？尾来过来唱这个歌，哇，伊个是安尼哦。其实我即马你讲的是讲，不是江湖味啦。你就不要讲为你写江湖味，你写的。我告诉你哈，每一个歌车，如果是说每一首歌曲，它有它的表情，对，每一首歌诠释的方法也不一样。哦，是安尼啊。没有，其实唱国语歌跟台语歌完全不一样，是完全不同的。你如果要把台语歌唱成国语式的哈，那就变成摩逼。我初中那时候，我们那个时期初中哈，我初中的时候是在苗栗建来边是排球的。哦，这样子。排球队啊，排球队。哦。可是奇怪都不，拢没管那家奇怪哦。那排球，那你敢拍有球？拍有哦，有哦。这是客家人，你知道？我道地客家人。道地的啊。哦，你说伊吼，因为客家人的迄个山歌子有没有？山歌子。拖音的，他一定是有他本来他们自己的曲风。其实我第一次唱，觉得听到客家歌觉得好听，是因为英姐唱，就这个啦。有什么代表性的歌我啦？哎呦，那个直接拿落水了。哦，那么简单啦，那太简单了。哎呀。天空啊，落水哦，阿妹呀，带到从我来到杭水边，杭水那江流江，哎，滴个水中秋来秋去。好听。咱咧歌词虽然讲无讲逐字听，有咱就知影讲啊，迄鱼咧秀来秀去的感觉，他唱歌很生动，真的好听。不是安尼尔，而且呢，跟他合作过的男歌手没有一个不红的。没有啊，其实他们都有底子，都很好。你是讲多一段时间？哦，他用大波人用我用诶。今天嘛就是讲啥？对唱啦，那是很早 VS 老朋友的时候很多了。哦，安尼那种 VCR 哪有看吗？有，那有进去，那有进去。来，咱看一下来。咱那个大家小讲，我们当生气哦，这是过去啊。过去，你这边。哦，阿基嘛，我在于大歌曲，这82年的龙兄虎弟。这个歌就是你们俩合唱的，这个是 VS 老朋友的第2张。哦，第2张。那于大哥对你很好呢，于大哥还帮你挂刀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，人家有钱请他的。哎呦。你们俩声音很搭哎。琼瑶时代的歌曲其实你也唱不少。比较多，那么这首歌以前这首是姜雷唱的，对。那么姜雷之后退隐了之后，大部分都是你在重复在唱，而且老师教了，就是我另外唱另外一个方法，诠释不一样了啊，对。83年的天天开心啊，这个是跟沈文成那个时候，他。后来跟我同一张唱片公司，就一直没有红。之后跟他唱《一条手巾啊》，就红起来，又再跟他合唱。你看这首歌曲百听不厌。我跟你讲，沈文成唱这种白衣歌很特殊啊，他难怪他会红，就是唱这条歌曲让他在整个起来。你知道我所有朋友，拢讲伊的声音敢那唢呐，较委屈的。但是今日无文成，哈，你就。但是唱我嘴拢结个尖尖，我是。为何呀心啧啧？啊，那就学他这样就好了。那你就学他一下嘛，他的味道。气化嘛，气化。来，模仿一下他味道，来。心心相牵嘞，为爱来受刑。够安唱啊！感觉自己也可怜，真正心酸的人生。
我心内袂平静，不过阮也真有耐心，爱你是坚定，总一分开去光明。在男女对唱的台语歌曲当中，这首歌曲的确是非常经典，好听。是沈文成自己，他自己写的啊，他写的真的以。前有天分的。一多个一个那个时候好像是从新加坡作秀回来，那时候也是我帮他弄的那个在新加坡介绍他们唱，唱完回来之后，他跟他老婆就在那个坐飞机顶，伊说哦，迄面顶全云拢看不到人，我废话坐云顶，你坐较悬你要看到人，他就说这首歌叫云中月，分中月，古今秘密其实嘛是文成写的，对他写的。那个时候那，因为迄阵啊，我会讲这首歌当初迄阵刚好我们不同公司，是啊，无迄阵啊，坦白不能应该是你唱。对我跟他唱的话，他讲说如果姐姐来唱的话就更不得了。到今天呢，咱只要要出一个专辑的时候，迄气味当然是哦独树一格。对，我们很期待你们的新专辑其耶。实其实台上的就像我知道顺子好像录1张2张。那不是最重要的。你老师啊，你爱讲那没有很重要，没有很重要。3张啊3张啦，没有很重要。哦，那你啊，关世路很多，他很多那个翻唱歌。哦，他比我更厉害，因为比了拍比啊，那我就这个。安尼啦，今天你要来谈谈哦，接下来新专辑。对，这专辑叫什么名？哦，露珠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歌真的很对他来讲很贴切，因为阿纪给人家感觉就是很阿莎莉那种。大姐大，不过重点，我是刚刚这首歌曲它的重点就是现在的社会现代女性真多，就是比较女强人很多，像的他们阿婆当地在吃头了对不？做某的人下班回来同款呢，一样是要煮给囡仔吃，创啥？是讲哦，所以能文能武啊，我跟你讲，能柔能刚，女人真的比男人伟大，或者应该讲说辛苦。咱今晚来听这条最好听的歌，露珠喊，我也期待，来一起来欣赏。来欣赏。男性的虚情假爱，予女性来受尽了委屈；女性的痴情苦海，予男性来两吐深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爱着较惨死？无需要别人同情，嘛无需要天来命令。现代的独立女性，毋免靠查甫人吃穿，免遗憾，免怨叹，我是女子汉。我是女子汉，有男人的勇敢，面对查甫人，有女人的温暖。女子汉，做人是真为难，因为男性也袂习惯世界，予女人来担。我是女子汉，有男人的勇敢，面对查甫人，有女人的温暖。女子汉，做人是真为难，因为男性也袂习惯世界，予女人来担。其实这首歌曲呢，有很标准的是你很拿手的那种，较日本气口的歌啊，对，就日本味的对不对对？哦，不过边仔的片头日本杀客味呢，要醉要醉啊呢。很多ですね。应该是嘛，真久无这款类味的歌。系啊，你曲色真正有够尤其赞的啦。你以前唱一寡像男子汉啦、摇啊啦摇啊啦啦、啊苹果花，这种爱唱了上好。这是比较比较文的味道了。搁另外一首我就歹唱的，叫做较细汉。
什么叫较细汉？男主汉、女主汉，唱起来较细汉的。无啦，无一条他是阿拜怎么你走了？你可以卢珠涵这个歌名会不会是 idea 从这个蓝珠涵来？许常德对我的歌路也蛮熟悉，那当所以然，当然他要懂得一个歌者，像过去有的歌曲他比较知道过，因为我是架声者，咱架声者，对对对，架声的声一定要唱比较有比较 power 比较好的，对。要强的。其实许常德因为他自己写词，对对对。啊，虾叔哈，一起专家，对他做专家太多的歌词都是他出自于对，他的手黄义玲以笔，前好几张唱片都是他做的，做起所以来的一下那数的时候就来耶。太经典，他都在这边。查甫人还未准备好，查某人哦，这世界有查某人来担，对呀，这是一般人看不出来角度呢。所以这要写词很厉害的人才可以。像有些人就会讲说，哎啊，我会问一句讲，哎，人咧写台语歌的不？像他写台语的人是不会讲台语的，对，像许常德有时候也很奇他台语怪。讲的不是很标准啊，，真的吗？一般不但是可以写得然啊，不错哦但是他写的很好。是，我叫你给我拜托，我台语哦嘛写得袂歹。这是你以为那算台语的朴素吧？无啦无啦，其实，唔敢。在这歌坛里面，像曾静怡这词都写得很好，对对对，他有很另外他的特色味道，嗯。陈升嘛是啊，但是陈升的书嘛真厉害，对对对都有陈升自己个人的特色。不过在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段 VCR。啊是啊，还有不是啊？不是歌唱了好，戏演了才有赞啊。我当然意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是拜托我跟你诶，讲，我有听就是制作人讲嘿，啊就是说只要你出现都是收视率收视率的保证。证。有吗？有了有了。那个啊你有当时也消极唔知今天人是爱看那小话款啦。免三面海誓，希望风轻轻这时候吹。他的 MTV 里面是舒淇，哦，舒淇啊那时候舒淇还没有红的时候。所以大家拢要去看你 MTV 哦，MTV 亮起简单。呸！海海海海落雨行，唔通我